就咱说那个就那么一个塔。对，我们在苏州有一张最早的城市碑刻图，叫做平江图。以我们北寺塔为代表的是我们佛家的，以我们玄妙观为代表的观前街是属于道家的，以文庙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儒家的，所以它是儒释道三者相结合。对，78.6米。这座塔的话是有几层呢？9层8面的啊，整个塔特别的有意境。当时为什么决定24米呢？我们专家这边放了一个气球，大概在24米的角度就看不到周围的一些建筑了，所以我们的苏州的限高规定是多少呢？24米之高。我们说了，来到苏州周正园为什么要在这边拍一张照呢？因为您带回去的是一幅画，是什么画呢？蓝天白云，宋代的塔，还有明代的李鸿章和现代的风景，您说它美不美？欢迎我苏州哥哥啊！小林今天为什么直播周正园？小心啊！在周正园去讲完了研学坛，我想的话，因为明天后天的话都有可能就有一些活动要去参加，感谢直播间的家人的关注啊！在这边带回去的是一幅画，宋代的塔，明代的桥，这是为数不多遗留下来的明代的桥和我们的现代的风景。欢迎我情商妹妹，感谢直播间的家人。今天呢，难怪我今天说了，今天上午带大家去讲我们的学生，讲我们的那个窗户的时候，家长说的这句话，讲得很好，但是周正园这边的人真的太多了，非常有意思。哎，这个塔的位置是多少米？给你们看一看，今天的周正园，我仿佛看到了国庆假期的一个人，大家可以去截一下。所以刚刚有人说了，星期六，满这在哪里讲的？蛮多好看的，现在还有很多活动呢。换一期角度给大家去讲。后面要过来的赶紧过来，不好意思，后面要过来的赶紧过来。现在这边没人，赶紧过来。先走了。园内的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池清水，都诉说着历史故事，使得拙政园成为了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品味。拙政园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文化底蕴，更在于其对中国园林艺术的重要意义。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一，拙政园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独特魅力，其建筑风格、园林布局以及植物景观，无不体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高潮造诣。以后啊，以后没啥玩头了。这以后没啥玩头了，这人太多了。全人了，看人来了。拙政园。
对，这个词儿叫美食，改了，改成了什么和风？它有出处啊，人给你讲那个东西，能讲出出处。可能是那个园子的主人有的话。对，就人家的设计还是有道理的。啊，这是那棵树的根。我说你应该删，你在那整的真是。啊，您放的好暑假，放的18，Apple 18，还是比较。哎，这水倒挺清凉的。黑鱼，那是黑鱼，那是黑鱼。找我们在这儿。